有上网来申请孩童家庭防疫补贴的家长，请注意哦！这条钱已经陆续来发放了。除了上网申请之外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一直到9月30，嘛开放会当到自动提款机去领钱。 你的孩童家庭防疫补贴领取了吗？如果没有上网申请也没有关系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只要拿任何一家的提款卡到指定的 ATM 就可以直接领取。指定的 ATM 包括国泰世华、中国信托和台新银行。操作方式先把卡片插入去，选囡仔家庭防疫补贴，过来拍卡片的密码，监护人身份证的号码，还有囡仔健保卡卡号就会使领现金。 觉得还蛮便利的啊，蛮不错的，而且已经领到了。为了补贴疫情期间照顾囡仔的支出，行政院推出囡仔家庭防疫补贴，国小以下囡仔，还有各中高中的身心障碍生，每一个人1万。拜二网络登记，未少人拢开始收到钱，无注文嘛无紧，早卡片照说明，无到2分钟就会使领现金。超商嘛推出领补助、领好康，像去全家领就有大杯咖啡减钱的优待。7-11会使得到专属优惠单，用真少的价钱买物件。莱尔富有防疫优惠专区，买物件拢会使拍折。 捧出好康，希望会使互大家想要消费，嘛希望伫疫情期间会使有更较侪的小幸运。